我係楊少敏，雪梨家庭醫生。我喺香港出世，同時已經喺澳洲做咗醫生多過20年。乳癌係澳洲女士最經常見嘅癌症。喺西南威爾斯州，每7個女士中會有1個喺佢一生傳中患乳癌。呢個病可以發生喺每個人身上。喺我診所，我治療過好多女性患乳癌，每個情況都可以唔同。有啲女性會直情冇症狀。當然，自己檢查係好重要，但係有時如果你冇覺得唔舒服，唔代表會係冇癌病。乳房篩查可以發現乳癌早過你同你醫生。新南威爾斯政府而家俾所有女士50至74歲每2年免費乳房篩查。呢個檢查係淨係20分鐘，唔需要醫生轉介。我都好了解呢個病點樣可以影響病人同佢屋企人。我曾經都照顧過一個女士喺醫院有晚期乳癌。當佢發現乳癌嗰陣時，已經擴散到佢啲骨。睇到呢個情況，我都同佢啲屋企人好可惜同傷心。所以早期檢測同定期乳房篩查係非常重要，唔單止會大大增加存活率，同時會減低需要乳房切除或化療機會。你嘅健康對你同你屋企人好重要，所以如果你仲係未做乳房篩查，我建議你立即去預約你個免費乳房篩查。今日就打電話132050